们准备要画它，所以我会先把它带过来培养一下感情。我小时候被蛇吓过好几次，我也很怕。看似雨伞节的王蛇虽然没有毒，彭轩玉还是得克服内心的恐惧，因为他是生物绘图师，得非常近距离观察动物的生物特征，巨细靡遗地画出来。现在相机很发达，那么为什么还要用画的哦？这是最多人的疑问。彭轩玉说，照片当然最真实，但像是夜莺重要的特征，用来网住昆虫的胡须，透过画笔手绘会更清楚。所以他的每一笔不能只有画画的浪漫感性，而是科学，要精准，要正确。例如说他这个眼睛到嘴巴之间的距离，或者是它的翅膀的长度，还有翅膀到尾巴这个之间的长度，这些都要经过很精密的那个尺来量过以后再下手。有吗？给比给吗？那可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，但是要有兴趣，然后也要有兴趣。为了准确，要研究动物标本和图片，做足功课。彭轩玉自己偶尔也被人当作标本研究，在科博馆展示橱窗里绘图，引发好奇心，是他引导学习延伸的诀窍。那是什么笔？你说我现在拿的吗？这个是我们画细部的时候用的。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竟然画的比照片还要写实一点。彭轩玉说，要100%还原生物姿态，又能兼具背后的感情，才是完美的生物绘图。他还要不断挑战。生物绘图虽然是精准的科学，但绘图者本身的用心，更希望大家透过他们的图，能体会到生命的奥妙与美丽之处。有嗎嘅比嘅麼？我有耐心。有嗎嘅比嘅麼？我有耐心。